岛有一个传说的故事是吴将军甲海龙王的公主，因两个相爱，但是互海龙王拆开，不爱互因两个做伙。海龙王的公主就变做宜兰遮的平原，吴将军就变做龟山岛。规个宜兰啊，大部分的所在边啊拢是海嘛。不管你伫咧倒一个所在，你拢会使看到龟山岛。所以龟山岛就变做一个对宜兰人来讲是一个象征，一个引申来嘛。啊，这个岛嘛，拢共嘛遐人呢。啊，厝边隔壁拢是亲戚。有头结咯，就叫阿弥陀佛。政府开放，一般的民众会使上龟山岛，但是规个岛敢若有细细粒的所在，会当开放互你行。上尾迄场伫咧龟尾的海边啊拍，这个就要申请，因为龟尾伊就是规个拢石头，规条的石头安尼塞起来的。但是咱拍的迄天影伤大，伊可能就会危险。我是头一摆去龟山岛，龟山岛第一就是伊的风景足水的。我唔知影讲我70岁啊，我有得上山落海，佮尤其迄场潜水迄场无，我嘛唔知影我什么力量有法度讲潜水落去吼，因为我不晓游泳啊，佮有法度潜水拍迄场安尼吼，可能是这个会互我的力量。这龟山岛拍这水了，我的怀念足深的。